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兵。近日美國白宮新版官網認定實驗室洩漏係19肺炎嘅真正起源，仲全面批評拜登政府嘅防疫政策，包括質疑強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嘅有效性，再指責拜登政府詆毀替代療法，並且配合主要嘅社交平台審查同埋打壓不同嘅聲音。究竟實驗室洩漏係唔係真相呢？如果係真嘅話，咁即係中國衰啦。咁點解當初拜登政府要幫中國護航呢？又如果真係真嘅話，咁究竟係唔覺意洩漏啊，定係背後有人故意安排兼操縱，係一場偽旗行動呢？背後呢班人又究竟想達到咩目的呢？特朗普突然咁高調話係實驗室洩漏，同近日同中國嘅關稅戰又有冇關係呢？講明先，今條片咧係以特朗普嘅視角出發，中國政府同香港政府咧一定係無辜同埋好愛自己嘅人民嘅，最衰嘅點都係美國同埋特朗普。OK， 咁跟住落嚟嘅內容，可能咧會震撼到大家嘅三觀嘅，準備好嘅話咧就睇落去啦。首先花少少篇幅同大家講下咩係偽旗行動。簡單嚟講，偽旗行動係一種秘密行動，表面上睇起嚟咧係一種由某一方執行，但係實際上咧係由另一方策劃，目的咧係誤導公眾、製造藉口。呢啲手段咧喺歷史上屢見不鮮。咁就等我哋咧從一個經典嘅案例開始。1964年嘅東京灣事件，當時美國政府宣稱咧佢哋嘅海軍船隻喺東京灣遭到北越嘅魚雷艇攻擊。然後呢件事咧就被美國用作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嘅理由，但係多年之後嘅解密檔案顯示，呢次嘅攻擊咧其實係偽造嘅，目的係欺騙民眾同埋國會，推動佢哋喺越南嘅軍事行動。簡單講，即係咧通過虛假情報操控輿論，去達到介入越南戰爭嘅目的。另一個例子係1967年嘅自由號事件，當時以色列對美國海軍嘅自由號船隻發動攻擊，試圖將責任推俾埃及，有使美國介入中東戰爭。雖然呢艘船咧最後幸存落嚟，船員嘅英勇表現咧亦都得到表揚，但係呢個仍然係一個偽旗行動嘅實例，就係原來係美國同以色列政府嘅合作，試圖通過呢件事嚟實現政治目的，但係最終咧就撻咗 Q，未能夠完全掩蓋真相。咁講完兩個咧比較耐歷史嘅例子，嚟翻個近期少少嘅，喺2001年發生911事件，冇錯，911都係一個偽旗行動。早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嘅2個月，即係2001年嘅7月，美國媒體人 Alex Jones 喺佢嘅電視節目入邊預測，有人會駕駛飛機撞向世界貿易中心，並且將責任歸咎於拉登。Alex Jones 甚至警告咗布殊政府，千祈唔好咁樣做，否則世人都會知道呢個係你嘅陰謀詭計。The government's planning terrorism. We know Oklahoma City and World Trade Center was terrorism. We know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nted to blow up airliners, Baltimore Sun. If you do it, we're going to blame you because we know who's up to it. Or if you let some terrorist group do it, like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e know who to blame. And you could save the planet. I'm calling it Operation Expose the Government Terror. 當然最後911照樣有發生，再加埋媒體嘅渲染，民眾當然係一如既往咁蒙在鼓裏啦。咁至於關於911有幾假嘅詳情呢？小弟就已經拍咗呢條片嘅，大家可以睇翻。咁喺度呢，就講2樣最癲最有說服力嘅證據先，其餘嘅大家自己睇翻條片啦。9成嘅大家咧應該都唔知道，世貿當日呢，大家見到係有2架飛機撞向2棟大廈，然後有2棟嘢冧咗噶嘛？呢個係冇錯嘅，大家放心。不過當日其實仲有第3棟冧咗嘅，佢係世貿大廈嘅第7期。呢棟嘢咧冇嘢撞埋去嘅，但係同樣地都係好似地基裝嘅炸彈咁垂直倒塌。事後嘅新聞報道咧就話呢2棟大廈咧着火冧嘅時候咧就跌咗啲雜物落去，咁搞到呢個第7期咧都燒出埋。咁然後咧唔知點解咧就有垂直倒塌咗啦。即係究竟要點樣先可以乾燒到一棟用石屎做嘅高樓大廈係可以垂直倒塌呢？我都唔知。不過只可以講呢一個回答可以話係一個近乎當你係白痴先會咁答嘅答案。第二個證據仲誇張，其中一個劫機者嘅身份係點樣確認嘅呢？原來就係喺紐約嘅街頭個地下執到佢嗰本 passport， 冇錯，就係當個劫機者咧喺架飛機入邊挾持住個機師啦，要撞埋嗰個世貿大廈度噶啦，然後撞咗啦就爆炸。咁喺爆炸嗰刻咧就即係點啊？有個 passport 咁樣咧就飛咗出窗。飛咗出架飛機出邊，然後咧跌下咧就好安詳咁咧就跌咗喺個紐約嘅街頭上面，然後咧就俾路過咧有一個警察咧執到，然後咧就打開本 passport 就望一望個人名，咦？呢咪就係劫機嘅嗰個中東人？
等我攞佢先。冇錯啦，係唔知點解警察會知道呢個 passport 係屬於架機上面嗰個劫機者嘅，係咪好荒謬呢？詳情內容大家可以睇翻呢條片，唔係講笑嘅。當然喺911事件之後呢，係有成立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件事嘅。不過佢哋從來都冇聯繫過呢個預先早2個月完全預測晒所有詳情嘅 Alex Jones。咁起碼都問下佢點得知呢啲情報啊？最後係冇嘅，相反政府仲動用司法部同埋 FBI 去打壓爆料嘅佢。呢個呢就不禁令人懷疑，政府係咪有喺呢件事入邊扮演住某啲角色呢？並且又有冇試圖通過壓制真相嚟掩蓋事實呢？加上進一步嘅情報顯示，拉登嘅老豆呢就肯定有收 CIA 錢噶啦，亦都曾經係 CIA 喺阿富汗對抗蘇聯嘅時候嘅代理人。再之後去到20世紀嘅80年代 ，CIA 呢就資助並訓練包括拉登在內嘅聖戰組織。咁911事件之後呢，其實當時拉登家族係喺美國入邊嘅。咁啊出事之後幾日呢，就被飛出美國。點解佢哋可以安然離開美國嘅呢？真係唔知啦。而呢單新聞呢係有被壓制嘅，儘管咧喺佛羅里達州入邊有啲本地報紙係有報導。呢個舉動咧就更加加深咗人們對政府嘅疑慮。因為以上等等嘅呢啲線索表明，911事件可能唔單止係恐怖襲擊，而係一個精心策劃嘅偽旗行動，用於推動戰爭同埋監控政策。推動戰爭呢，即係之後喬治布殊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入侵伊拉克，最後當然就係咩都揾唔到，兼且被證實係赤裸裸嘅謊言啦。為嘅亦都當然就係只係中東嘅石油啦。而監控政策呢，就即係之後用嚟監察美國人民嘅愛國者法案。同時 Alex Jones喺訪問入邊咧亦都有提到，佢之所以可以預先預測到911嘅發生，係因為佢喺新聞入邊咧睇到好多嘅 pre-programming 預先嘅一啲嘅編程。當中包括政府同埋媒體不斷警告拉登即將發動攻擊，並聲稱美國咧需要放棄權力建立警察國家。呢啲真係正宗阿婆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就係呢啲啦。同時大家亦都可以睇到美國援助嘅信息同埋其他文件顯示，美國政府本身係有直接向塔利班、阿爾蓋達同埋 ISIS 支付大量嘅資金。當中希拉里幫到好多手㗎。美國政府咧本身就係將呢啲恐怖組織咧作為代理軍隊。喺研究圈入邊嘅人咧係眾所周知㗎啦，而拉登基本上就係一個跨國情報機構嘅代言人，用於破壞地區穩定，並且作為恐怖分子。之後 CNN 可以喺山洞入邊神奇咁揾到拉登本人，咁係因為拉登本人係為 CIA 工作啦，而 CNN 採訪到佢就因為 CNN 實際上亦都係 CIA 嘅廣播系統嚟嘅，絕對就係所謂嘅 Operation Mockingbird 無疑了計劃。唔知呢樣係咩嚟，大家自己 Google 啦。然後美國政府同埋 CNN 呢啲媒體咧就恐嚇美國人民，話拉登咧即將要攻擊美國。以上呢3個例子，大家咧就可以了解到偽旗行動嘅核心係在於製造恐慌同埋危機，從而操縱民眾同埋推動議程。以下咧就係佢哋嘅運作方式：一、製造恐慌同埋控制，通過製造危機，政府可以迅速實施限制公民自由嘅政策。例如911事件之後，美國通過咗愛國者法案，大幅增強監控權力。限制私隱權呢一種嘅策略咧，利用咗民眾對安全嘅渴望，令佢哋接受原本難以接受嘅操控措施。斯諾登咪就係揭破咗美國政府嘅呢個陰謀，而搞到要流亡咯。而媒體就係偽旗行動嘅重要工具，政府通過控制媒體傳播虛假信息，塑造公眾認知。例如喺911事件入邊，媒體迅速將責任指向拉登本人，反覆播放住官方嘅講法。壓制質疑聲音呢一種單向而且單一嘅敘事，係會令到真相難以浮出水面嘅。而情報機構嘅參與就係偽旗行動嘅執行者，CIA 同埋 FBI 喺911事件同埋後續嘅打壓異見者入邊扮演住關鍵嘅角色。爆料嘅 Alex Jones 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透露，佢因為預測到911而遭到長年嘅調查，但係政府始終都揾唔到任何嘅犯罪證據去告佢，最終咧係要轉向通過民事訴訟嚟打壓佢。嚟到呢度，大家應該都初步掌握到政府會用咩手段嚟欺壓人民。然後呢，就嚟到今條片嘅重點啦。特朗普喺美國白宮新版官網嗰度指出，實驗室洩漏係19肺炎嘅真正起源。講法咧同上一屆嘅拜登政府完全唔同。拜登咧同埋福奇都話呢個19肺炎咧係自然產生嘅。咁嚟到呢度，大家覺得今次嘅19肺炎又係咪一次嘅偽旗行動呢？我就冇意見嘅，我咩都唔知嘅。跟住落嚟，小弟咧會俾一份喺201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發佈嘅未來技術與國際發展的情景嘅報告俾大家睇下。其中咧佢哋有一個模擬情景，名為同步計劃 Operation Lockstep， 喺第18頁嘅。咁我咧就將佢譯咗做中文，然後咧跟住讀俾大家嘅啫。
問嘢 Google 揾到條 link，我亦都放咗喺 info， 大家可以自己撳嚟睇嘅。咁聽完大家自己諗下係唔係危期行動啦？咁入邊提到啦，喺2012年。全球期待多年嘅疫情咧，終於爆發。同2009年嘅 H1N1 唔同，呢一種源自於野鵝嘅新型流感病毒株毒性極強，致命性極高。當病毒席捲全球嘅時候咧，即使係疫情準備最充分嘅國家，亦都好快不堪負荷。病毒喺短短7個月內感染咗全球近20% 嘅人口，導致800萬人死亡，其中大多數係健康嘅年輕人。疫情咧亦都對經濟產生咗致命嘅影響。人同埋貨物喺國際流動咧突然停止，旅遊業等行業陷入癱瘓，全球供應鏈斷裂，甚至喺當地經常熙來攘往嘅商店同埋辦公室大樓咧，亦都空置咗幾個月，既冇員工，亦都冇顧客。疫情席捲全球，儘管非洲、東南亞同埋中美洲嘅死亡人數不成比例，病到好似野火咁蔓延，但係即使喺已開發嘅國家咧，壓制疫情咧亦都係一個挑戰嚟㗎。美國最初強烈勸阻公民乘坐飛機嘅政策，顯然係被證明係致命嘅，因為咁係加速咗病毒唔單止喺美國境內，而且係跨境傳播。然而有啲國家確實咧嘅情況係更加好嘅，尤其係中國。中國政府迅速對公民實施強制隔離，並立即幾乎完全封鎖所有邊境，挽救咗數百萬人嘅生命，比其他國家更加早阻止病毒嘅傳播，並使疫情後嘅經濟復甦更加迅速。中國政府並唔係唯一一個採取極端措施保護公民免受風險同埋暴露嘅國家。疫情期間咧，世界各國領導人展示咗佢哋嘅威權同埋嚴密嘅規則同埋限制，從強制佩戴口罩啦，喺火車站、超市等公共場所入口處咧要佩戴上口罩，並且檢查體溫。即使喺疫情消退之後，呢啲對公民同埋佢哋嘅活動更加專制嘅控制同埋監督陷入困境，甚至越演越烈。為咗保護自己免受日益全球化嘅問題嘅影響，世界各國領導人更加堅定咁掌握住權力。首先，一個更加可控嘅世界嘅概念得到廣泛嘅接受同埋認可。為咗換取更大嘅安全同埋穩定，公民願意放棄部分嘅主權同埋私隱，交俾更加家長作風嘅國家。公民對自上而下嘅指導同埋監督更加寬容，甚至渴望國家領導人亦都有更大嘅自由，以佢哋認為合適嘅方式實施秩序。咁喺已發展國家呢一種加強監管有多種形式嘅，例如所有公民都應該擁有生物辨識身份證，以及對穩定性至關重要嘅關鍵產業進行更嚴格嘅監管。好，講到嚟呢度先。大家聽完係咪開始有啲頭皮發麻啊，同埋飆冷汗嘅情況發生呢？係咪發覺呢一個 Operation Lockstep 嘅情形同今次嘅疫情有住驚人嘅相似之處呢？呢一份報告仿佛就好似幫啲政府提供咗個藍圖去實行佢哋想實行嘅嘢。呢個真係好令人懷疑呢個疫情究竟係咪早有預謀？之後就嚟到今條片嘅重點啦。呢個19肺炎係咪一次偽期行動呢？嗱，呢個肺炎嘅起源至今都係存疑嘅。拜登政府講法就係指向呢個武漢海鮮市場啦，但係越嚟越多嘅證據顯示病毒可能同呢個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實驗室洩漏有關。特朗普視覺啊，我中立嘅，再加上近日美國白宮新版官網認定實驗室洩漏係呢個19肺炎嘅真正起源，我諗大家都應該心中有數啦。喺今次疫情之前，其實全球已經多次舉行疫情模擬演習，包括 Event 2021。唔知咩嚟，大家自己上網 search 下，之前講過噶啦，同實際疫情呢都係高度吻合。呢個真係令人不禁懷疑，究竟係咪一場策劃？都係嗰句，係咪偽期行動？大家自己諗，我係冇意見嘅。咁喺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呢就迅速實施封鎖、強制 email 啦，同埋數字監控工具，例如 email passport 呢啲嘅措施，都係同 Operation Lockstep嘅描述嘅控制手段一致。其實呢個 Operation Lockstep 入邊咧就講好多嘢嘅，大家得閒自己睇啦。例如佢都估中埋我哋會多咗即係視像會議呢啲嘢都估中埋噶。咁政府咧利用疫情擴大權力，限制自由，推動全球主義議程。媒體咧就誇大疫情嘅威脅，製造恐慌，令到民眾接受控制嘅措施。而對 email 嘅質疑啦，或者疫情起源嘅調查咧，就經常都會被貼上陰謀論嘅標籤，遭到打壓。呢啲同偽期行動入邊嘅媒體嘅角色可以話係如出一轍。影片到最後，上條片講關稅，好多人咧入嚟鬧我，就話：唉，關稅邊有咁簡單啊？啲產業邊有咁容易回流美國啊？blah blah blah。我唔知呢啲人係睇唔明我條片啦，但其實佢望完個標題已經留言呢。其實小弟條片咧講得好清楚，關稅係用嚟同唔同國家巴緊唔同嘅嘢，
並唔係長期執行，而工業就算唔回流美國都好，而係去咗其他嘅小國，例如咁啲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啊、越南啊呢啲，對美國嚟講都係好處，因為同呢啲小國傾係易傾好多，同時係削弱中國嘅實力。以上嘅好難明咩？仲有啲人講，哦，原來即係你覺得咧煙稅咧就唔係消費者俾嘅，係生產商俾嘅，係咪啊？其實咧我條片度講咗咩需求彈性噶啦，麻煩睇多次啦。同呢啲人講嘢真係好嘥力噶。補充多句，引用作者呢個 Facebook page 入邊提到，原來中國嘅乙烷供應咧主要係嚟自美國，生產塑膠嘅重要原材料咧就係乙烯，冇替代來源。而本嚟一間裂解廠咧，每加工1噸咧，就可以賺到100蚊美金，但係而家加關稅之後咧，就要倒蝕184蚊美金。如今咧，中國已經暫停咗乙烷同埋丙烷嘅進口，儲存量咧亦都只能夠維持到下個月月底。換言之，只要爭取唔到關稅豁免，中國塑膠產業可能就會骨牌式咁倒閉，工業嘅下游咧亦都開始要捱貴膠啦，即係整玩具嗰啲啲膠會貴咗啊！但係喺美國，乙烷從來都唔售賣嘅。咁大家自己就知道邊個個需求彈性高啲同低啲啦。咁今次關稅戰，特朗普就擺到明晒你啦，出埋19肺炎呢張牌，大家知美國佬好衰噶嘛，好惡噶嘛。尤其嘅特朗普啊，誰大誰惡誰正確嘅，萬一佢哋發起啷禮上嚟，真係要中國賠錢嘅話，就唔係人咁品噶啦，分分鐘就直接拎你手上面嘅美債嚟還錢添啊！哦，我爭你1萬億，即係中國持有住美國嘅國債1萬億咁先啦吓。咁啱你又要賠翻1萬億嘅19肺炎經濟賠償俾我，好啦，大家當無數啦。以上嘅嘢都係估下嘅啫，冇咁過分嘅。特朗普咧就最起碼可以開無雙開到中期選舉，即係起碼仲有年半。習大大咧就唔知頂唔頂得住壓力頂住呢200% 關稅不換肩，仲可以千秋萬世呢。小弟嘅內心就梗係幫習大大打氣啦，係咪先？我知大家都係嘅。從東京灣事件去到911，再去到可能係嘅19肺炎，咁大家就知道啦。偽旗行動係政府操控民眾嘅慣用手段。呢啲事件亦都顯示，危機往往被用嚟實現不可告人嘅目的。儘管政府試圖控制罪事啦，但係就好似 Alex Jones 咁嘅人，透過獨立媒體揭露真相，社交媒體嘅普及咧，亦都令到資訊可以更廣泛咁傳播。不過，政府對言論自由嘅打壓咧，亦都喺度加劇緊。即使係英國啊、德國啊呢啲嘅民主國家都好，佢哋嘅言論自由都係大幅度咁收窄緊㗎。如果想識破呢啲偽旗行動嘅掩眼法，最緊要咧就係引用 Facebook page 清永思嘅一個 post。清永思啊，唔係蕭永清啊。大部分當代嘅人嘅煩惱都係在於內心冇辦法平復，或者係好空洞，因為佢哋都冇時間俾自己靜落嚟，亦都冇空間可以俾你放空。當你真係想要放空嘅時候，你就怕空氣突然安靜，之後就打開任何一種傳播媒體，你嘅靈魂就轉翻為接收模式。簡單講，即係你又冇咗空間去俾自己去沉澱同埋思想。所以當大家咧能夠清空我哋嘅內心，平復我哋嘅情緒，睇嘢自然就會清晰啲噶啦。好，最後咧就同大家賣個廣告，就係咧介紹《後真相時代》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就係探討當代社會真相係點樣被選擇性塑造同埋操縱嘅景象。咁書中咧亦都有指出，喺信息爆炸嘅時代，情緒同埋立場咧成日都會凌駕於事實之上。政客、媒體同埋商業機構通過片面嘅敘事啦、數據篩選同埋斷章取義，將競爭性真相轉化為操控輿論嘅工具。作者咧亦都有通過大量嘅政治、商業案例揭示真相嘅多面性，並且呼籲讀者咧培養批判性思維，穿透迷霧去辨識信息嘅本質。咁呢本書咧既係對後真相現象嘅深度解構，亦都為公眾提供咗應對信息戰嘅思想指南。咁想睇呢本書嘅朋友咧，就可以上小弟個網嗰度，咁咧都係全球最低價88蚊就有噶啦，咁非常之限量。咁想睇嘅朋友咧就可以去選購啦。今條片就嚟呢度，會員後續。犀利啦！會總括咗24個 step，要同大家分析今次嘅疫情。想知道真相嘅咧，就快啲加入我哋會員啦！廣告時間，小弟新出嘅湯有為用全球唯一獨家專利技術全光譜 Plasma 燈模擬自然陽光瘋狂照射啲松茸，令到啲松茸轉化成超量嘅維他命 D， 再以冷製乾燥法製作成松茸湯包。咁大家攞上手熱水沖又得，煲湯掉幾包落去又得。好味又有益，價錢仲要超級相宜，大家快啲買嚟試下啦！
賣完廣告，中意我哋影片不妨 like、share、留言、加埋嗰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撳埋隔離嘅鈴鈴。例如星期四出片，星期二可能有片，星期五夜晚9點鐘會喺 YouTube 甚至播嗰陣時同埋政治，希望到時我哋大家。我哋已經開始咗我哋 Patreon 會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Hold a gun, and I hold a gun. We can talk about the law. If you hold a knife, and I hold a knife, we can talk about rules. If you come empty-handed, and I come empty-handed, we can talk about reason. But if you have a gun, and I only have a knife, then the truth lies in your hands. If you have a gun, and I have nothing, what you hold isn't just a weapon, it's my life. The concepts of law, rules, and morality only hold meaning when they are based on equality. The harsh truth of this world is that when money speaks, truth goes silent. And when power speaks, even money takes 3 steps back. Those who create the rules are often the first to break them. Rules are chains for the weak, tools for the strong. In this world, anything good must be fought for. The masters of the game are fiercely competing for resources, while only the weak sit idly, waiting to be given a share.